关于科学主席在昨天剧场主席的一个身份，其实我的理解是，可能是要面临现在党内不同的一个意见，两方的意见，然后很大的压力跟困难，所以那在这个时间点选择继续这样的一个那经过了这3个小时的一个讨论，其实我还是没有感受到党内有任何说应该要积极的来处理现在党内路线分歧的这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宣布，我现在退出参加，我将以舞蹈的身份参加韩子大雅当后的区域。我想走到这一步，其实我很不愿意看到。那在这段时间，我也一直都在努力。但是党内路线的分歧一直这样子下，走到了这一个阶段，我认为是应该放手、成全跟祝福，让这个党能够往他想要去的方向勇往直前。就在这边，我也诚挚的祝福所有党内的同仁能够带领这个党好好的往前走，也在2020有一个好的成绩。那我一样，我会在我的选区里面坚持我的理想，继续努力。我也会努力的把这场选举选。我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在这个阶段我的这个党继续僵持是无法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在这边做出了这个困难的决定。但是我也是祝福所有党内的人，在这个理想的平台上面继续发挥。到今天看起来他也没有任何的话语跟思想。那其实，在今天的决策会里面，其实我有讨论接下来选区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工作到底要接下来继续去进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家没有想要来正式的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其实花了2个多小时在讨论会留闲置，但是其他的问题都先放在一边，其实是让我觉得非常无奈的事情。那之所以今天闲置会选择要离开，一定是有关键因素，认为的这关键因素就是他摆不平党内路线的问题，而选择离开。那我们今天召开了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会，让我们却不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那只希望说发一个声明来留下形式。那其实我不晓得我们到底还要花多少的时间在内耗。我想这样的方式是让我觉得也是被羁绊住，无法一直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协调出双方都可以接受，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样是一个好方向的人跟做法的一个情况当下，我想我离开或许对这个党是好的，因为这个党就可以照他要的方向前进。那这个党，那党内还有很多的带我们还是在做很多的，是我要跟。我也希望在党内的朋友还是能够继续努力。虽然在2020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或许是他们所认的意见，但是必须去证实。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路线的确是可以成功。所以我也鼓励所有我在力量里面继续努力，不要放弃。这个时代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来挑战，然后用更快的速度
所以我想